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这个全国3级的警戒为7月12延长到7月26，也毋过来讨北着部分管制措施，嘛授权地方政府会当家己来寻求来做调整。台北市长郭文摕的做法相对较保守，郭市长认为，把这个喙掩甲摕掉来食饭，传染的风险也是较大，所以这项的规定会放伫上尾啊，才来讨北。那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认为，袂当来冒进，所以无要来开放餐厅2点来食食。那桃园市长郑文灿真罕见来逆市中，甲新北市是同款的规定。那台中市长罗秀燕嘛，伫拄则来宣布，台中市嘛暂时无来开放着餐饮内用，要等到全国的疫情清零才来开放。那台南甲高雄原则上是按照着中央的指引来做。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卫生局长陈润秋一日听到讲3级警戒延长，部分区域未解封，第一时间先对看一下，后来继续研究疫情，分析数字，敢会是感觉袂使解封？看我们就有一点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讨论，因为对双北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疫情重灾区。那重灾区所采取的策略跟方式，当然会跟其他的各县市会不一样。另外，桃园市嘛决定讲，餐厅同款袂使伫内面食。调个50%，毕竟为了生命安全比较重要。你就算有千百个不愿意，你还是必须要配合政策，对啊，都已经走到这边了2个月。通化乡嘛感觉无奈，不过疫情若搁扩散，后果会不堪设想。你看6都未解封的规定，除了新北、桃园餐厅维持爱早走以外，台中市长罗秀燕表态，夜市也无要开放伫内面食。那台南高雄部分，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讲，若是中央决定开放，会使伫内面食。咱咧台南市准备好啊，高雄市积极管理有效的开放。那台北市是要伫研究。微解封的时候，县市不同调的原因，都是担心一旦出现了偶尔的感染爆发的时候，中央支援处置的力道会有所差别。未解封授权各县市家己去处理，不过要安怎放较能力，真明显，各县市拢无共款。